大門、鞋櫃。飯廳可以擺4至6人飯台，客廳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另一邊擺梳化。前面有個露台，對住係樂園嘅景觀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雪櫃、焗爐。工人房有冷氣，洗手間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床之外，可以放高身衣櫃，對住係樂園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一樣，對住亦係樂園嘅景觀。主人套廁係明廁，帶有浴缸，望到海天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有2邊窗，特別光猛，放咗雙人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衣櫃，呢邊望到海同埋樂園。